你個場館度用呢首歌嚟做一個結尾嘅。咁今日又再用呢首歌做一個結尾咯。係啦，咁呢首歌對我嚟講都好有意義嘅，送俾大家，數到10。係啊，真係幾合佢咁樣計到㗎。跌倒的瞬間，擂台上面離開，打輸了尚餘10秒剩。但去到絕境，腎上腺素由身體急蘇醒，信念堅定。人生路難事是練成，然而敗北仍可給口氣，走遠的再拼。因此當你跌低，記得說我告別要傷心嘅，錯的等候住非你本性。一齊唱啦！差多遠，都不死心就撐得多遠。沿途被壞蛋所擊倒，既然難免，你尚有權拾回自尊。別氣餒，來重拾你身體碎片，世更頑強的你，別為無力心酸。你最迷人的性格，源自你被擊倒的那天，起身再戰。快轉身躍起，投降欲望尋的多奇妙，就全面泄氣。我於當到你的扶不起，只是給從危地中找到真理，調整得啱起。差多遠，都不死心就撐得多遠。沿途被壞蛋所擊倒，既然難免，你尚有權拾回自尊。別氣餒，來重拾你身體碎片，齊更頑強的你，別為無力心酸，令到喉嚨講厭氣喘，才知氣未斷。不關接受實現，怎修正你嘅變，捱著但淨捱過，你更難磨損。能差多遠，都不死心就撐得多遠。沿途被壞蛋所擊倒，既然難免，你尚有權反抗逆轉。若然被數到10，仍能被你1秒扭轉。那燎原火勢是來自一線，暫時是一點，再連成一線，完成夢裏動人場面。跌倒的瞬間，擂台上面離開，打輸了尚餘10秒剩。但每個絕境，是讓你我略顯出多艱苦，尚有激情，人應該好勝。各位觀眾。